来来啥啦？你大家拢爱来呢，敢若咱换一个较无共款的。你啥无接我的歌？呢？你啥无接我的歌？迄是啥物歌？将小酒旁关关。我头脑空白。是我。哦哟，你安尼台语歌练无好，我真足艰苦的呢。我听的较少啊，我较少年啊，无你较老咧。听，这你加我一回咧。我是定定甲阮阿嬷开讲啊，无你唱一个人西。人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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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是这？这是外语歌，你莫甲我骗哦。好啦，一个月佫够啊！你敢知影是安怎？我要唱就是来，从小酒旁关。你要因为食酒的时阵，就足适合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哦，像免阮是无食酒啦，阮啉茶尔。对啊。以茶代酒，对啊，一个月佫过去啊，咱就是想讲，小编听你讲要来进入第3集咯，因为一个月佫收集真侪物件，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真诶，足侪。好啦，安尼就互咱直接进入主题。小编听你讲出来就爽。无论你是考试成绩无好、失恋、上班或头家骂，啥物拢会使讲。还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互小编知影嘛，拢会使。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无简单呢。那无简单，今仔日无加着字嘛，无 NG， 而且你个什么？多谢你的学咯，一定是有放假。听朋友甲你讲，真正是有休困有差。嘿啊，好啊休困，人若较有精神了后，你若要做任何代志，拢有精差。对。但是咱即个放假，咱嘛爱知影讲，咱放假意义倒位？嘿，无毋对。前几工看到，毋是前几工，嘿，嘛是前几工。到底是要讲啥？前几工看到有一寡。就是网络面顶有诶小编啊，就是词啦，迄个词用毋对啦，词对，就是迄个文字可能爱个较正确咧，因为像咱28休困是因为和平纪念日，对，但是有诶人说是用一个啥物庆祝和平纪念日，还是讲啥物即个心情来看待。我感觉就是有一寡人可能是较沉重的啦，对啦，对一寡人来讲可能是较沉重的，所以咱拄上紧的来看，咱拄28即天开始看，啊，搁安尼看等去，甲咱这2月份一寡网友甲咱分享的物件，还是讲小编拄着的物件，甲大家来开讲者安尼。对，头期先就是要讲到咱28事件，今年是第76周年。对，啊，咱直接要引用咱新闻部的节目。台湾技术铺伫咧28即天有铺文啦。有看遐好，还是你要念者？请。减少，好严肃，歹势。咱以下是引用迄技术铺伫咧28即天的铺文。政府毋是已经回释咧，受难者家属嘛有摕到赔偿金，是安怎？逐年拢搁爱讲共款的代志。历史本来就无应该去互消灭，而且到呾真相嘛还未完全呈现。若是拢避免这物件无去讲。安尼敢若会互真相一直互看袂清，无法度真正去看到即个事件的历史意义。到呾为止，死伤的人数甲责任归属等等，也是有质疑，还佫会当辩论的所在。台湾的社会若是无法度真正面对历史，形成一个共识，只是一直伫咧对立分化的轮回内底尔。受难者无论是本省人、外省人，规个事件无论是讲政府逼民众来反抗，还是讲极权的统治国家暴力。死亡人数不管是100人、1000人，还是1万人，台湾有真侪人才就安尼集体消失，一切拢是这块土地永远伫咧伤痕，一件拢是性命消失的悲伤事件。受害者和伊的家属第2代甲第3代到呾为止，也阁是甲这个伤痛藏伫身上。专项证据除了是要检讨过去治疗空喙，嘛是为着保卫人权，避免未来阁发生同款的代志。咱若是选择袂去看，毋是讲要来去找伊的真相，未来嘛是有可能无法度防止这种无公平的代志，搁一摆来发生。好，我伫遮就是简单，就是用我家己的意思来去消化这篇文章。若是有兴趣的人，会当去问台湾技术部的，就是看伊的原文写啥物啦。下骹嘛有一寡朋友伫咧讨论，而且有一寡人就是看到第一句，毋是已经回息咧，嘛已经摕到赔偿金，上，佮一直在讲同款的代志。就开始着我碰叫啊，是讲就是讲一寡代志，但是其实咱上重要意义就是咱上尾迄段，咱毋是要去检讨啥物啊，是安怎？咱就是要来讨论讲
要安怎就是避免即件防止即种类似的代志，搁再发生对安尼。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迄小编伫下骹有铺一篇，就是技术铺伫咧第96集的时阵，有一篇号做找找政治温伤者的报道。内容是咧写讲，就是政治暴力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啊，是会延续到后一代，甚至是后一代。内底是有2、3个人有出来讲因家己自身的经验。我真正是哪看哪想讲，迄若是家己的亲人拄着即款的代志，真正是足艰苦的。对啊，就是完全无法度囡仔人遐尼细汉的时阵，就会拄着遮个代志。嘿啊，而且毋是有人讲，好运的人用你囡仔死来治疗你的一生，歹运的人就是用一生来治疗你的囡仔死。你讲听过即句？有我有听过。对啊，就是囡仔时代有的人就是活甲足快乐的，伊就感觉讲人生啊是讲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但是有的人伊囡仔死是过甲足艰苦的，大汉了伊就开始想讲要买一寡伊细汉的时阵得袂着的物件，是讲啥物，就是变做讲就是一种补偿的心态啦。对对对，就是即种补偿的心态。而且有一句咱台语话，完全符合啥物号做政治暴力所造成的伤害。你知影是啥？我毋知。你有听过？就是大人定定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哦，你毋知啥喏？因为伫以前因迄个年代，你若听着啥讲啥，你若讲毋着话，你就去用掠去。对，就恐怖诶。所以讲，就是有一寡人，你可能感觉讲你的爸爸妈妈，还是讲一寡时代，想要讲无爱甲你沟通，还是讲定定甲伊家己心内话用藏伫个心内无爱讲出来，迄个是因为伫因迄个年代的大环境所造成因即马的即种心态。所以讲，咱伫咧心内安尼。后边我本人真正做推荐大家去看即篇报道，因为内底有讲到一寡心理治疗，啊，个即寡家属因所造成的伤痕，啊，个有就是无遐多放袂记的物件。看即篇报道了，你就想看卖讲家己的亲人是真正对即种代志。虽讲讲已经72年啊，但是讲真，嘛是阮阿嬷，还是阮爸爸妈妈，家己本身的亲人去拄着即种代志，即马经过70年，家己讲，你着放袂记咧啊，你莫去计较这计较迄，我感觉其实这对因来讲是无啥物公平啦。对啊，受害者的心态是完全无共款的。对啊，所以阮直接嘛无去评论讲到底是啥物，啊，阮是希望讲透过阮来讲即个话题，若是讲你会当引起你一点点仔兴趣，就是你会当去加看一寡即寡文章，安尼就有达成阮想要爱的迄个效果。虽讲即摆日期已经过啊，但是就是讲到28一定爱来推销即个物件。你知影要讲啥无？28纪念馆。对，无毋对，就是迄个来考试，咱伫第几集有找导览老师来。想久啊，我下口写答案你较紧的，好吧？莫做遐济效果。第64集对啦，新来的朋友若是无听过，当去听看觅哦。虽然讲28即天已经过去啊，但是现场拢有固定的展览，对，有导览，内底是分做12单元来回顾28事件所发生的经过。顶礼拜有一系列的，就是音乐会的活动。所以若是有兴趣的人，还是有闲的人，拢会当去参加，而且免钱。哦，听到这句我都一定爱去啊！每年来去，对，每年咱做伙来去听音乐，回顾历史，啊嘛会当就是来了解即寡真相。好啦，这遮沉重的差不多好结束啊。对，咱节目就是安尼，遮尼有知识教育的频道啦。对，教育意义，教育意义，你个发音不袂清楚，我看你个要用倒数意义啦。对啦，而且咱说来主题嘛是有接的哦。是安怎？你敢知？我毋知，请你讲。伫即个就是人心真不安的时，人心真不安的时阵，哎呀，即两个人要去用倒数甲变过啊！伫咧咱的心无安定的时阵，就需要有一个信用。哦，对，安尼听到没有？你要讲啥？嘿，对啦，咱要来讲白沙屯妈祖啊！对，宗教的部分。对啊，就是咱即个白沙屯妈祖是较早对。对啊，已经结束啊。对，咱先来大家小可讲者。你是毋是问我讲啥呢？结束啊，搁要讲？袂啊，我想要听你要讲啥。我就是要回顾啊，当然嘛是爱讲。对啊，咱先来讲，即3年就是白沙屯妈祖差不多拢偌久的时间。咱今年2023是9天8暝，2022甲2021拢是8天7暝。但是我来讲哦，去甲转来的时间是差真济哦。真的哦。对啊，你知影白沙屯伫倒？讲话废话，伫苗栗啊！地理无好的人，咱去查看觅苗栗伫倒位。后边方向有一点仔问题，我知影伫倒，但是你要叫我行，我可能
我若无对别人，我可能家己会走无去。哦，伫咧苗栗到北港，嘿北港是云林嘿啦。对，伊出发到北港差不多是5工，嗯但是拄北港倒来，你知影是几工啊？ 3工，对，无到3工啦，2工16点钟尔啦。啥物无到3工，小饼的上呢，杯小饼的，而且我咧讲哦，伊一年比一年搁较就是无共款。嘿啊，因为路线无固定啊，对，因为路线无固定的，信徒伫倒位，该叫伊就会来。哦，对哇而且我会记你就是有当时爱撩水哦。哎呀，撩溪、撩落水溪，对啊，迄做硬道的小，还搁爱走高速公路，对对对，超去硬道的。啊，像咱2002年差不多去的时阵是2工10点钟，2002的时间较长啊，差不多是4工外。但是嘛有迄一工8点钟的，哦，迄足拼的呢。但是转去的时间愈来愈赶哦。真正是，无怪人拢讲是勇卡，像讲2014年是7工9点钟，2015就是4工12点钟，结果今年哦2工16点钟就无啊。哇，为虾米咧？你问，你去跋杯啊？你去跋杯啊？你问我，这路线无固定的啦，这就是看大家，还是讲较早迄路较无好行呢？无一定啦。即摆有修较好行。对用卡来讲，拢是好行的啦吼。哦，对啊，有网友就是有去参加，就是伊去进香，伊的心得来甲阮分享。伊讲基本上你若是食的物件，你拢完全免烦恼。嘿，沿路迄信众拢会分物件互大家食。但是像顶礼拜信聪来的时阵，甲大家建议的，就是你家己炸麻糍，对啊，还有就是炸你的水稻。水稻是虾米？地瓜啊？哦，你无听过啊？我无听过。水稻啊，水稻就是你的地瓜啊，水壶，水壶好做水稻，嘛会当好做地瓜。地瓜是，咱真正是做够有意义的呢。会使啊，你会当灌迄一块，啊，你就是灌咧无气嫌讲足重的，爱当沿路分水互大家啉吗？哦，对，袂歹哈。好好，袂歹。对啊，而且就是附近的庙啊，是讲店家，你若是真正喙焦，你就是摕水稻甲伊问讲，敢会使滴一寡茶啊是啥？大家拢真热心，对对对。恁家己炸迄碗糍啊，安尼逐工会当减少真侪粪扫。衫的部分就是穿迄一寡较轻松的、较快搭的，而且注意哦，帽啊甲手笼一定爱炸，若无你会去互拍死。哦，真诶，拍假呢。啊，若是大的部分就是看个人。嘿，即个网友甲阮分享讲，伊就是尽量行。嘿，尽量行到伊家己体力紧绷的所在就好。啊，但是伊就是需要逐工拢困互饱，若无伊惊过当工会昏倒。哦，啊，伊会参考讲进前的路线来估计讲伊是要住倒位。大的所在，伊就甲大家建议讲会当就是住伫迄妈祖休困的所在，啊是讲就是比伊搁较后壁一点点啊。因为过当工定定就是天也袂光就爱出发啦。所以伊就是建议讲，若是有一寡交通较利便的所在，你会当住伫遐，譬如讲火车头附近啊，还是过当工就是要安尼，要约妈祖较近，因为恁知影这是粉红啊色跑车是真歹约的，安尼砰砰砰就过啊。啊，若是行的部分就是行路进香，当然嘛是就是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啊，但是你沿路若行袂去。迄毋是回收车哦，所以讲到回收车，甲这走马拉松的回收车有淡薄仔但是沿路拢迄信众就是会提供就是爱心嘛，会讲甲你载，还是讲有迄专门的游览车。乌边这逐年拢有伫行，最近这3年啦，啊，前年就是乌边有陪伊行一段。迄当阵哦，因为我搁带就是阮大姊两个囡仔，阮行路边哦，真正有迄足侪轿车，逐个拢会停落来讲，妹妹，你要坐车无？对，啊，而且佫有诶人伫咧车门就会打讲，伊要去台中还是去倒位？啊，你若是有即个方向顺路，伊拢会当甲你载。而且就是因拢讲，就是香灯卡，无论是你要去倒位，伊就算讲爱飞者，伊嘛会当就是爬头载你去。哇，足热心诶呢！真正是足感动诶。现场嘛是有真侪真感动人心诶故事。恁大家就是去网络面顶查，一定拢看有。足侪哦，之前看到迄有迄破病诶人，就是伫因兜啊想要软脚骹，结果妈祖就是回头来。哦，迄真正是看甲足感动诶。哦，真正，而且今年啊，就是嘛有新闻报道。就是有一家伙啊，伊逐年拢会去行白沙屯，啊，今年因为有代志，所以无法度去参加。啊，你讲的问足细间迄个，毋是，是去弄因兜的车，伊弄因兜车，对，迄叫安尼，甲因迄车的玻璃安尼一直扣一直扣，就是妈祖家己去甲找，哦，就感动的呢。真诶。好啦，
这故事真侪讲袂完啊！大家若是有兴趣，当家己去网络看。对啊，下拢我咧讲呢，换你的啦。哦，好，啊无我来讲大甲妈好啊，啊要开始的大甲妈。哎哟，有准备哦，好来，请讲。嘿，我看一下资料吼。无啊，就是今年大甲妈的时间是伫咧4月份，4月21号到4月30号。哦，安尼要请假，搁要请假。好啊，你去行啊，无咱两个来出差啦，来现场。啊，来现场。主管同意，我嘛会当啦。主管啊，你有听到？阮4月份要出差哦。好啦，就是你若是有代志无法度参加嘛，袂要紧，因为即马拢有迄直播啊。直播会当看。啊，你若是去参加，会当看迄妈祖有一个 GPS 的定位，就是你会当看讲妈祖 app 对无？对，即马行到倒位啊，安尼。而且就是要补充者，就是除了迄 YouTube 有直播，而且直播佫毋若一间哦，各大的迄新闻拢有直播，啊嘛有迄香灯卡的直播。而且我会记你印象上深的，就是伫迄伊会伫迄桥边啊，绑一个直播，你有看过？无呢，我无看过迄。是啊。好啦，无一定今年有啦，我是讲我看过。哦，即马就是嘛有做者旅行社会当参加迄种一天的体验。哦，而且我嘛听讲有学校的老师会带学生去参加哦。哦，安尼袂歹呢。对啊，对啊。啊，我想讲吼，就是我家己想要报名参加，我一定爱参加迄花亭的。花亭是安怎？因为花亭才会当食菜。无啊，你去的时阵食菜袂使呢。我都爱食肉。你爱较诚心的啊，去也无偌久啊。无啦，滚笑的啦。嘿，咱出差的时阵爱经一个转来日子。我甲你拍水屁。听讲有迄什么迄鸡腿会当食。是哦，就是有种高级的迄种料理。而且想要甲大家讲，就是遐个物件拢是免钱的，啊，毋过就是你摕有够的量就好，莫讲无彩人的物件安尼。哦，食袂了倒掉，迄真正会做拍算的，会叫雷公卡我咧讲哦。嘿啊，而且迄网络顶嘛有讲，就是一定爱食的好食物，什么？你知影是啥无？毋知。头一个有迄溪州的信聪顶会讲爱讲玉米，沙玉米，对，沙玉米，溪州沙玉米。溪州，过来，而且佫有园长的草仔粿，啊，佫有沿路上足侪民众会提供水果，我知蛇头的芭乐，对，敢佫有其他的台川的葡萄啊，台川的葡萄啊，啊，敢有西瓜分林可能有哦，西丽大桥遐是。哦，我有知，我也无行过啊。好啦，咱今年出差要行一下，明年再甲大家讲。好，这都是足侪好食物的啦。是啊，你若是惊忝啊，你嘛会当去宫庙，对，伊有就是免钱替你掠铃，送安尼金棍呢，甲你讲你遮倒位困无好啊，是安怎，替你诊断安尼。困路边咧，行落困咧好，我都讨好你。无一定啊，有的人困喺庙里，就是感觉有迄妈祖的保庇啊。嘛是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而且行啊做忝的可能困较好啊。对啊，倒落去就开始寒呢。好啦，安尼新朋友会当去听阮迄41集菜头粿招庙会迄集，菜头粿进前就是来阮的节目有甲阮讲，就是讲一寡较详细讲，就是你头一摆去参加的时阵爱准备啥物物件。而且咱要讲一个咱的好朋友，进前就是迄火金哥你知啥哦？我有印象。对，就是迄个阿英啊，伊去参加大甲妈的时阵啊，伊有家己伫现场，就是邀请大家来讲台语的活动。对，即个行动，咱大家做配合的。希望讲就是，恁今年若是有要去参加，爱尽量加讲台语。对，讲台语就讲着咱的。哇，足细呢！世界无语日咯。对啦，对，2月21的时阵啊，即个世界无语日。拄则嘛想要接你讲呢。是吼。拄则毋是鼓励讲大家伫咧大甲妈现场鼓励大家讲台语。对啊，因为听讲就是今年伫咧无语日的时阵，有真侪就是 podcaster， 还是一寡就是 YouTuber， 因为为着即个无语日来翕一寡就是台语的物件。但是听因的讲话就知影，讲因平常时无咧讲啊。我感觉是讲真配合，上无有即个心嘛。对，上无有即个心，但是就是引用一句阿爹讲的话，啥是无语日才要讲无语。敢袂当逐工拢是无语日，
那平常时就是安尼，就是爱练习，就是日常生活就开始讲，尽量讲，逐工讲，加练习，咱讲真诶就会进步。什么？你问我阿迪是啥物人？紧去听咱顶顶两集的阿迪来开讲吼。阿迪就是阮另外一个 podcast 的优待啦吼，优待对。迄听众的人数比阮较济，迄个优待啦。啊，谁爱讲着伊诶？因为伊伫咧世界无记一台，阮伫咧排档的活动，伊有特别来参加。啊，还有一个希希妈咪，希希妈咪多谢哦，佮带囡仔来，感谢。而且佮拢有甲阮分享，真正是做感谢的。你敢知今仔日咱迄排档有啥物活动？今仔日的排档，毋是今仔日的今年的排档有啥物活动？你知影？我毋知呢。迄阿迪啊，有来就是甲咱好好听笑一个。现场就是写一个搬喙锦，互迄咱现场的迄朋友来念。哦哟，我囥你的骹，你要念一个无？哈，我来试看觅。好见哦，袂使练习哦，随开始，请。花箱弄破鼓，摕裤来补鼓，鼓破裤补，裤破补补，到底是裤补鼓，也是补补鼓？补补鼓，补补鼓，对啊，对啊。厉害！迄阿迪啊，你甲阮考试，你哪会无念一个互阮听一下？对啊，阮示范一个啊。我念煞着你，对我吼，我来示范一个，我做狗念的念足紧的。好，树顶有一只狗，抱了一只狗，不是，哇，谁出册啊？树顶有一只狗，抱了一条狗，有一只狗。你这是故事还是搬喙锦啊？有你讲一个，我袂记我要讲啥。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毋是啦，你莫甲我应用，我毋是要讲这啦。我是要讲这，我电讲电来这边。有一只狗抱了一条狗，有一只狗去摕狗仔来救狗，毋知是狗狗狗还是狗狗狗。安尼听我听到一只狗去救一只狗，对，伊摕狗仔，摕弯弯迄个狗仔，毋知是狗仔狗狗还是狗去狗狗啊？哇！狗来狗去，狗狗狗。我伫想着狗去。无，因为咱狗迄是因为咱面前有一个迄啦，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看着狗，狗看着狗，是狗看着狗。我来讲这我无练吼，阮无说啦。狗走，狗嘛走，毋知是狗惊。我一直想狗啊，毋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这 OK 啦。连接就好，对。啊，讲到这发音的问题，咱虽然讲搬喙锦，就是加练就会当，但是来咱有一个发音的问题，想要甲大家纠正一下。好，就是咱顶一集，毋知是倒一集，有一集咱毋是有阿迪迄集吧？如果是阿迪，你今仔日出场的利率足悬的呢？对啊，安尼爱阁甲你加收一个广告费哦。就是阮有讲到迄鹿港腔嘛，鹿港腔迄间有讲到因的家是念龟，但是咱念伤悬啊。伤悬啊！对，有朋友甲咱分享讲，因是鸡较鸡就对啊。对啊，所以因的鸡卵就是鸡卵。啊，你问我讲是安怎免变调？因为伊若是鸡，是毋爱变鸡卵？鸡卵是咧，但是因鹿港腔就是无变调。啊，来感谢这个网友，特别甲我分享，而且伊的 IG 的名真歹念。鹿港腔我袂晓，所以我请伊本人来念，你听看觅。好哦。鹿丁触礁啊，鹿港腔小狗食。你看啥物物件我听无呢？鹿丁触礁啊，鹿港腔小狗食。网友若是有兴趣，当伫 IG 拍鹿港腔小狗食，就会当找着伊。即个人真赞哦，因为伊是旧年才开始学鹿港腔的。啥物？对啊，听伊讲是咪足厉害？伊敢是在地人？伊是大汉才开始学鹿港腔的鹿港人。变调这个物件嘛是练习足久才学起来。伊个是特别开一个即个口座，就咧推广，而且伊的文章内底拢有写一寡鹿港腔的代志。哇，嘛是就有心的。对。阿东会哩哩扣扣有在追踪。阿东讲到你的户籍哦。给他 Q 掉啊！既然 Q 掉啊，第一个讲到阿迪啊，想个讲转来阿迪，因为阿迪啊就是宜兰人，咱宜兰人有一个宜兰腔，对啊，宜兰腔。拄则讲到鸡卵，那宜兰要哪念呢？卵正肥配卤卵，对，迄因的鸡卵就叫做鸡卵。听讲迄天有网友，毋是网友，听讲迄天有朋友伫咧咱的迄就是
迄一工的粒影白，来现场，阮工作人员就甲伊讲鸡卵有几粒，来介绍鸡卵。啊，迄人甲伊讲，无呢，我无听过鸡卵，所以迄是毋对的。我感觉咱袂使安尼，对啊，咱爱包容各地的腔口，对，爱尊重人的腔口，对，台语真正是万底深坑，无得卡，毋是人讲毋对，是你无听过，对，咱就是爱多元包容加学习，知无？讲了真好，好，安尼时间倒来到即嘛，嘿3月，是想啦，阮2月份回顾结束啊，结束啊，无要回顾啥？哦，无啊，我要讲正经的。正经的，啥物正经的？我讲我做无正经的，我做正经的呢。阮拄则自头到尾拢做正经的呢。好，嘛，互我讲者。怎啊？你要工商服务哦？嘿啊，工商服务时间。安尼要甲你收钱？我免钱。好请记得。好啦，就是3月初2开始，下晡5点，会做新的台语动画。台语动画对，叫做小太阳。敢是迄个林良先生，嘿。就是伊的散文，甲伊画做漫画，咱台语台配做台语版的。哦，袂歹呢。对啊，全部有13个小故事安尼。是，譬如讲囡仔出世啊，还是讲饲狗啊，对，就连爸爸发白头毛的故事嘛有哦。哎哟，听起来真瓦近咱的家庭生活哦。对啊。好，安尼就是明仔载听众朋友。恁听了即个 podcast 的时阵已经袂赴啊！拜六早起6点半啊，早起6点半啦，困袂去的人会当看电报啊吼。嘿6点半你若无问跟我讲啥是困袂去，因为困袂去就爱食早顿啊。食早顿较重要。对，半暝啊困袂去食早顿的时阵会当来配咱即个小太阳。真好。好啦，安尼今日节目嘛差不多啊，2月份的回顾安尼收一下就结束啊。所以差不多要来收尾啊。你安尼雄雄安尼哇怪，惊着。好啦，咱后一集小编听你讲，就是看讲有网友分享什么特别故事，若无咱就是共款照即个 tempo 听起来就是一个月一改咯。差不多。好啦，收尾听你讲，听我讲，心听爱甲小编讲，事事万项拢通讲。咦，小编听你讲，讲出来就爽，多谢大家努力。